要設置微軟 OAuth， 可以經由網頁瀏覽器登入 Command Center 設定。登入嘅時候需要印表機 IP 資料，詳情可以參考資訊及影片內容。列印狀態頁以記錄印表機 IP 地址。開啟網頁瀏覽器，喺網址列輸入印表機 IP 地址登入設備。如登入嘅時候出現此不是私人連線嘅訊息，點按顯示詳細資料，點按到訪此網站，再點按到訪網站。進入 Command Center 後，點按登入。喺使用者名稱輸入 admin， 預設密碼為機身編號，否則同樣輸入 admin。需注意大小楷輸入，完成之後按登入。登入之後，於左邊列表點按網路設定，點按協定，向下捲動到掃描協定，開啟 SMTP。喺 SMTP 安全選擇 STARTTLS， 點按提交。完成之後，於左邊列表點按功能設定，點選電子郵件。喺驗證協定選擇 OAuth 2， 點按驗證按鈕，點按 OK 確定套用頁面。再點按驗證按鈕，切換頁面之後，需要複製授權代碼，點按複製按鈕，再點按 URL 嘅連結。切換到新分頁之後，貼上剛才複製嘅授權代碼。點按下一步，登入你嘅 Microsoft 帳戶到 Exchange Online 用戶端裝置。有關 Microsoft 帳戶嘅設置詳情，請向你嘅 IT 技術人員查詢。點按繼續確認登入。你已經成功登入帳戶到你嘅設備，返回 Command Center 分頁。點按右上角嘅重新整理按鈕，更新狀態，再點按 OK。SMTP 資料已經自動填入，以及 OAuth 已成功授權。登入後於左邊列表點按地址簿，進入機器地址簿。點按新增，名稱係想要喺機器地址簿內顯示嘅名稱，可以自行輸入。昵稱建議同名稱相同輸入。輸入電郵地址，輸入完成後按提交。點按關閉設定完成。